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2月1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2篇，撒迦利亚书第8章第1节到17节，马太福音第8章14节到17节，28节到3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医治的权柄。马太记书第4章第2节有安尼甲咱讲到，可是恁这个敬畏我的人，将来有拯救的日头来照恁，医治恁。恁将来要对亲像对牛棚放出来的细只牛仔同款，伫遐来跳跳快乐。咱知喜乐是大港节咱所领受的恩典，喜乐是因为咱得到医治。另外一方面，喜乐嘛会当帮助咱得到医治。喜乐是一种生命的状态，也是互咱基督徒会通伫拄着任何状况的下面，拢会有主的平安甲喜乐同在。事实上，真正无容易，但是这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救恩甲应允。圣经中间讲到重建耶路撒冷圣殿，这对伫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国家尊严的重建，是一个信仰中心的重现。其实更较重要的是，上帝透过安尼重建来医治以色列人忧伤、失望的心灵，对伫受掠到伫归回，对伫黑暗到伫光明，对伫这个受奴隶到伫得到自由，对失落到重新搁站起来。上帝透过光来医治，因为迄是黑暗中的暗网。对于现代医学来看，咱搁会当明白先知所预言的光有医治的权柄，这搁较符合着现在的这种放射线的治疗方式。当然，虽然对伫这个科技的进步，咱知影有这个新的疗法，但是咱知这所有的元素，拢是对伫上帝所创造天然的扩散来的。上帝就在早就已经赏赐救恩的应允，对着人类科技的进步来发现更较侪上帝的应允伫咱的周边，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。撒迦利亚先知讲，上主万军的统帅，甲撒迦利亚互伊以下的信息。伊讲：我渴望帮赞耶路撒冷，因为我深深疼惜遐的人民，所以我对伊的对德发受气。我要倒转去到耶路撒冷，我的圣城。我要踮伫遐，人要称耶路撒冷做信实的城，尊上主万军统帅的山来做圣山。遐个上年纪举管仔的查甫人甲妇人人，将来会坐伫城的广场，街路顶悬要搁围括佚佗的男女的囡仔。现在所存的人民点彩会认为这个事是无可能发生的，但是对我来讲，这毋是无可能的。我要对我的子民受掠去的所在，将因拯救出来；对东到西，将因带转来，互因住伫耶路撒冷。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
用信息公平治理因，所以伫白厅的中间的人，失望落魄的以色列人，伫黑暗中感觉到绝望的人，毋通感觉到绝望，着爱坚强，因为上帝的应允永远伫咱的头前伫等咱。先知又搁讲，着爱坚强，因为恁现在所听见的话，就是拄拄咧重建圣殿，迄基础的是先知所讲过的话。迄个进前无有人请伊去人，或者是精神，伫对敌的开始的下面，无有人感觉安全，因为我互人、互人民互相对敌。但是现在我无亲像过去对待残存的人，我要将平安来夜整。葡萄树会结出葡萄，土地出产五谷，雨水充足。我要将这个福气赏赐予残存的人民。犹大甲以色列人民啊，过去外族捌互相咒诅讲，愿犹大甲以色列所遭受的灾厄降临到恁身上。但是我真求恁，迄个时外邦人要彼此讲，愿你得到犹大甲以色列所得到的福气，所以恁着坚强，毋通惊吓。亲像伫诗篇126篇的经文所讲的，迄个时外邦拢要讲，看耶和华为着因行了大事。伊伫无论透过任何这种的方式，也是透过任何人来进行的医疗，其实对伫基督徒来讲，背后拢有上帝的旨意甲权柄。有几若摆听到非基督徒的医生对伫伊所去看病教会兄弟讲，目前你的情形大概就是安尼。伫医疗的顶悬无法度搁互你搁较进一步的治疗，所以你只有祈祷，也是你的上帝来祈祷。耶稣基督传福音的工作，真大的部分是透过医治，互人来看见上帝的权能。咱对马太福音第8章14节到17节的记载，看见到耶稣基督医治了伫彼得的场午，也搁伫28节到34节的经文记载着耶稣基督医治了2位受着鬼附身的人。当然有搁较侪的医治神迹记载伫路加福音，嘛有可能是因为伊本身从事医疗的工作，所以伊就特别重视医治以及伊外邦的福音。接受治疗就有机会得到医治，但是呢，若无愿意接受的人，就离无有机会来得到。牧师捌伫马偕病院的安宁病房来受训练，当这时我所负责的一个个案，是一位第一代基督徒姊妹，伊听信别人的讲法，讲哎哟，化疗真辛苦，癌症的治疗过程真痛苦，你毋免着祈祷就一定会好。结果这位本地是灵癌初期的姊妹，因为听信着人错误的信息，就无接受治疗。伫短短时间的内底，对初期都无法度搁做积极治疗的癌症末期。
后来伊就有趁医生的建议，伊带入去伫安宁的病房，渐渐病情得到控制，伫癌症末期的生命品质也得到改善。所以咱知相信、接受、顺服，是得到医治，甲看见上帝医治权柄一个真重要的生命态度。诗篇42篇，上帝啊，我较无你，亲像鹿较无清凉的溪水。永生的上帝啊，我较无你，我当时会当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我入暝哀哭，用目屎准饭食，对着不断问我，你的上帝伫叨落？我怀念过去的日光，无限悲伤冲对心肝头。当这时，我甲群众同住伫上帝的殿宇，带领着欢喜的朝圣者，一路欢呼上赞上帝。我为什么安尼来悲伤？我为什么安尼来励志？我要仰望上帝，我还阁要来上赞伊。伊是拯救我的上帝，伫流亡的中间，我的心哀痛，因为安尼我少念上帝，伊互忧伤流浪淹没我。扰乱拿大水来往我后脚，也亲像叶文山米沙岭的瀑布来长滚来往约旦河。日时愿上主显示永远的听，暝时我要上赞祈祷，赏赐我性命的上帝。我对保护我的上帝讲：你为什么袂去接我？